香港旅遊嘅內地醫療保險3分鐘搞掂，呢個攻略一定要睇。Hello， 大家好，我係阿咪啊。今期咧同大家分享下如何喺中山預約購買醫保啊。首先，醫保全稱嘅話咧叫做城鄉基民醫療保險。如果你係中意喺內地居住同埋生活嘅話咧，建議你一定要買份內地嘅醫保啊，有保障而且非常之便利嘅。咁內地城鄉基民醫療保險嘅話咧，係每一年嘅9月份到12月份即可辦理。咁費用嘅話咧，大概喺800零蚊左右，每年一繳啊。預約辦理嘅其實第一步嘅話咧，只需要你準備好嘅證件，咁港澳居民嘅一個居住證。咁呢個咧，只要你平時又喺中山有物業嘅，又或者有半年以上嘅一個租賃合同嘅，都可以申請辦理嘅。如果你沒有居住證嘅話咧，又唔知點辦理嘅，可以評論留言，我遲啲再出條片介紹下辦理居住證一個流程。咁第二個咧就係身份證同埋回鄉證，以上咧3個證件咧就可以提前影印好。好，咁第二步操作嘅話咧，就打開我哋嘅微信，亦就係 WeChat 啦。咁從上往下拉，咁呢度有個小程序，咁小程序咧搜索一個叫做中山雲預約嘅，因為我之前有預約過，所以呢度可以直接顯示。咁如果呢度冇嘅話咧，大家可以點呢個右上角搜索中山雲預約，即可搜索得到。咁呢度顯示係我哋嘅政府軟件嚟嘅嚇。好，打開進入，然後我哋就選擇一個鎮街中心。咁呢度咧就顯示各個區域嘅，你選擇一個離你比較近、方便嘅就可以啦。每個區域都可以辦理。咁正常我求其點一個東區，東區呢度選個網上預約，咁就會出現呢一點。呢一個咧，如果你係第一次去使用嘅話咧，會有一個驗證嘅人臉識別嘅點擊，然後咧港澳居民嘅話咧選擇呢度會有我哋一個選擇通行證或者係我哋一個港澳居民嘅居住證都可以嘅。咁呢一步啦，我就跳過啦。好嘅，當你呢個驗證咗之後咧，填好資料之後咧，咁你再次登錄多次咧，就會翻到呢個頁面噶啦。咁選擇鎮街中心，根據自己方便嘅一個區位選擇服務中心，咁求其選一個東區啦，網上預約。好啦，咁佢今次咧就唔會跳出呢一個頁面，而係直接跳到呢個頁面噶啦。點擊確定即可。好啦，呢一度大家要注意，一定要認真睇，因為咧行政服務中心係可以辦理好多業務嘅。咁今次我哋主要辦理嘅係我哋購買醫保。咁醫保嘅話咧，我哋選擇呢一個叫做委建分局，點擊入去，然後呢度有2個業務，選擇我哋一個醫保綜合業務就 OK 啦。千祈冇揀錯，揀錯咗之後咧，哪怕你去到現場都辦理唔到嘅，又要重新預約噶啦。OK， 咁入到呢度咧就顯示時間同埋呢個東區行政服務中心嘅一個時間同埋可以預約嘅號。咁依家目前可以預約一位。咁同埋咧，如果你係想提前預約嘅，可以點擊呢一度。佢一般都會放號出嚟嘅，放號出嚟嘅。咁比如話30號，佢就可以預約時間段，點落去就得噶啦。求其點一個 ，OK， 為自己預約，然後提交。咁第3步即係最後一步啦，就將我哋提前影印好嘅證件資料包括我哋原件、居住證啦、回鄉證啦、身份證啦，提前預約好到我哋一個行政服務中心嗰邊取號，現場等待下咧就有工作人員協助幫我哋辦理噶啦，非常之方便。咁如果都係覺得麻煩或者係唔方便過內地嘅話咧，都可以揾一邊嘅朋友去幫忙代辦都得嘅，當然揾我都 OK 噶。咁今期咧就分享到呢一度啦，灣區好樓好車位好服務，阿咪全程幫你搞掂，點個關注啦〜